是觉得你有这个天赋，如果你有觉得你有这个兴趣，如果你有觉得你有这个追求。最担心的就是你们不快乐，最担心的就是你们想要太多，最担心的就是你们没有机会。他拢差一点嘛，啊，你要坏甲多一档？这是规矩才规了，好你假头发哈。Hello， 我是钟欣凌，我在里头饰演就是蔡姐，她其实是一个蔡妈妈互助会，讲起来很好听，但其实就是一个在菜市场里头会去借人家钱跟讨债的大姐，然后下面有一票小弟。她对我而言其实没有到平起平坐，但是其实我也是尊敬她，因为她可以帮我解决最多事情。有一场戏很有趣，他要离开这个工作环境，我们不是男女朋友，可是那个东西就是我那么疼爱的老弟，你居然为了谈恋爱，然后背叛我这个阿静，我其实是会吃醋的。然后天早上漂漂亮亮的，身材有很不爽。然后你起码是个超这样。就我最近又看上一个包啊。是当那边拍骨就当的呀。真的就是开心那人会耶，跟邱泽演戏哎，可接下来就 no 完蛋了，用这个很 local 台语来讲，就洗衣品呀，然后头发就算烫快了，但是他展现他自己的自信，就觉得我喜欢你偷看啦，然后演戏也是晚辈，床戏更是晚辈，做全身去角质，果酸焕肤。我觉得阿成就是一个照顾妹妹的哥哥，然后他知道我有困难。然后 OK， 我是要还那个很小忘掉，可是有时候会抽一些钱给我，就是要直接处理干直接到底，然后到底完之后，他会这样抓一下我的手，他知道我很紧张，你做了袂歹，或者 you did a good job 这种感觉。大家好，我是蔡振南啊，我是演阿成爸爸这个司机。这个成爸跟他成对话会比较巧妙，用骂的来关心对方。我是杨静。我在《当男人恋爱时》里面饰演的是徐明仪，对她外表看起来很坚强，但其实是装出来的。我就非常可离婚，我讲这种笑死，查某人性格快。一般都有这番处理，那用他处理啊。我是蓝伟华，这一次演的是叫大文，他在戏里面其实就爱讲大声话，较浮夸，咱台湾讲恶吧。表面上看起来是对这个小弟敢若感觉伊拢无咧做工。规工去外口浪流连啊，连蒙连，不过伊嘛是爱这个小弟。希望大家呢可以进电影院看看这个很可爱的戏，叫做《当男人恋爱时》。你搞我出来，一次一格，图满免还，冤家相欠债，讨钱也讨爱，只要吃饭就可以了吧？还有一项上重要的啦，那个啦。邱泽、徐伟宁，4月1日，《当男人恋爱时》。